中国宣布 M503 航线未阁向西退，阁启用福州厦门向东的航线，不时都有民航机可能会跨过海峡中线。以色列病院特工征召医疗人员去约旦河西岸的病院抬死3个人，方面讲根本就是犯危害人类罪。去年泰国国会大选，前进党提出要修无犯君主法，这阵是去互宪法法庭裁定违反宪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体。今日节目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咱台海局势。中国早暗是宣布改变航线，愈来愈逼近海峡的中线。咱来看边仔这张地图，蓝色的这条是海峡中线，红色的就是这回主角 M503 航线。M503 是2015年的时阵，中国高方面话，迄当阵咱台湾就强烈抗议。所以讲，中国这几年咧飞的时阵，拢是退到 M503 西平大约11公里外。不过，这阵中国就宣布讲，因无要搁退啊。讲较简单呢，就是中国的飞机若飞这条 M503 航线，上晚就会当飞到离中线大概是7.8公里的所在，安尼就会缩短咱台湾防空反应的时间。而且中国阁启用 W122、W123 福州甲厦门2条向东飞的航线。安尼，中国恐惊就会当用天气、风向等等的理由，连这民航机就不时跨过中线到咱的空隙来。一寡政策恐惊拢是恶意抗新总统就任进前，中国压迫台湾的手段。总统大选结束，民进党大清朝胜选了后，中国阁有新动作。三炸弹方面宣布，为2月开始取消 M503 偏低航线，启用连接 M503 航线的 W122、W123 航线。南国严正抗议中国各大办说讲，变更航线是为了提升空军效率，也强调两岸无存在所谓海峡中线。M503 航线是一条民用航线，在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启用该航线是为了缓解相关空域、航路拥堵，保障航空安全。M503 航线是2015年初中国无甲咱国协商，但方面宣布划设一条航线，航线挖进海峡中线，经过咱国抗议，将就航路向西偏沙6海里，开放北往南飞行。2018年，中国各单方面启用南往北飞行，这摆各单方面宣布取消航线偏低措施，离海峡中线上近距离只有7.8公里，也搁启用 W122、W123 连接航线，破坏了我们台湾海峡以及区域的安全、和平、安全稳定的现况。所以呢，我国政府呢，谴责这样不适当的行为，单方面的片面的做法，都很容易导致紧张情势的升高，冲击台海安全稳定的一个现状。北京当局应该要负起责任，即刻停止这种做法。因为航机一旦偏东，就会直接影响咱国空域，压缩咱国防空重心。行政院长陈建仁严正谴责，强调会甲公安单位紧急对策。恢复到这个就是M503跟海峡中线重叠的话，中共就是告诉大家，海峡中线是它的领空了，动用他手中对台的一些工具箱里面的各种手段之一。那现在是503的一个航路的调整，那基本上是更靠近海峡中线。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属于在政治上的考量了。专家学者认为，为总统大选了后，中国先是甲努力恢复外交关系，打造咱国邦交国，这摆各单方面变动航线，想要武备清海峡中线的存在，也是2020总统就职进前一系列对咱国政治打压甲宣示的动作，对咱国空防加大压迫。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这条 M503 航线是逼近海峡的中线，而且因阁启用福州甲厦门2条西向东飞的航线，这是甲咱台湾飞金门、飞马祖的航线相塔。咱的民航局就发出声明，指控这中国安尼高方面改变航线，会造成航空管理的困难，影响着安全，要求中国迄边赶紧甲咱协商。伫咧这双方巧好势进前，民航局会严密监控，若是发现中国迄边的民航机飞来咱的空隙，会要求中国迄边赶紧甲带走。中国讲，为2月1开始取消 M503 航线北向南大偏西飞航，而且启用 W122、W123由西边向东边飞，是为了解决航线塞车的问题。针对这点，咱国民航局要求中国要赶紧协商。新的措施会让航线点员同一个时间有相向的飞航，造成航管的困难。对方的航班嘛有可能会进入咱国的空隙。为了确保飞行的安全，咱国航管单位会持续监控。
中国的民航机若下过界，会要求对方的航管该带离开。我们是担心，就是未来如果在任何的偏航或是在飞行频次增加的时候啊，后边的一个影响，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个等于事先的一个预估跟一个防范。因为 M503 航线离台北飞航情报区的边界上近的所在，敢若4.2海里。中国取消偏离了后，等于是无压缩比的空间。因若新启用的 W122 航线，金华马祖终端空域南平边界，因若 W123 是金华金门终端空域。交通部表示，按国际民航组织维设新航线的规范，无论增加、减少或者是修改航线，拢爱甲会经过的所在，甲有关的各方来协商。中国已经违反国际规范。我们表达非常的遗憾哈，并没有透过两岸的协商，尤其民航是一个安全的很重要、很关键的部分哦，必须透过协商。那因为M503它接近台北飞航情报区偏东，会跟我们的民航还有经机啊会有冲突。等于说你的飞机就必须飞在 M503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M503就其实离我们的海峡中线，也就是我们的飞航情报区非常非常的近哦。那万一在这个航路上有一个天气，它必须要做闪躲，而它不能往右，也就是往西的方向闪，它必须要往东的方向闪躲的时候，这样就是一个问题。从民航技术分析，为厦门机场甲金门机场起飞的航班，航线拢已经飞真侪年啊。在启用 W123 航线了后，中国航管应该有小闪小让的措施。不过，中国民航机在 M503 飞行的时阵，若是拄到不可抗力的因素，爱向东边闪的时阵，确实就会甲台北飞航情报区。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昨有一阵便衣特工，竟然是扮作医疗人员去约旦河西岸的便衣，杀死3个人。巴勒斯坦外交部讲，这根本就是犯危害人类罪。不过，以军是辩讲，这3个人是哈马斯的人，因才会动手。另外一站，以军的争议是，在网络顶有翕到一段影片，一个举白旗的查甫人去互以军打死。以军是讲，因抑搁咧调查。便衣走廊出现一阵举长枪的查甫查某，穿医护人员也是一般民众的衫，也阁有人早倒去轮椅四过手刹，甚至将人压制伫壁角。因是以色列特工，叫做医护平民参与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得令的伊本西纳便衣突击，打死3个人。وقام تصفيتهم بدم بارد بمباشرة في عيرة نارية في الرأس. 巴勒斯坦外交部透过社群媒体公布监视器画面，批评这场便衣杀人的行为，犯害危害人类罪。以色列军方表示，行动锁定的是一个哈马斯恐怖分子小组。那以军8年前也以同款方式突袭过西岸城市西布伦的便衣。也有一件争议事件发生伫1月2日，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军行动一区5名巴勒斯坦查甫人伫乌烟下面慢慢来行，会被机啊举双手，其中一个人也接受媒体访问，想要到拄啊结束，就互打死倒伫涂骹。في جندي وفي كان ضوء بعرفش هو ليزر قناص المهم في ضوضاء قبل اطلاق النار。影像公开了后，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表示，军方当咧审查一件枪击事件，了解敢是有不当行为。那迄天，甲受害者同齐人，因为烦恼保护，也拢毋敢接受媒体访问。人权组织指控，以军伫加沙后背发滥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就双方翕到影片，军事调查也真正起诉涉案的士兵。另外，加沙地区上主要的人道组织联合国活动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最近方指控有人员涉及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造成美欧主要援助国家暂停关注。涉案者已经真紧封死掉。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查暗伫纽约，甲36个援助国代表会面，讨论安怎应用援助国的关切事项。联合国加沙人道中间协调官强调，这个机构无人会当取代，资助减少会直接影响200万巴勒斯坦百姓。美国表示需要有根本性改革。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泰国有一条无犯君主法，只要是批评方式，也是挑战君主制度，拢有可能去互判刑。这2礼拜前，就有一个民运人士网课，因为伫咧网络顶刊27篇批评王室的文章，就去互判关50年，是这有史以来上界重的。去年嘛有市议员甲前公务员去互判关6档甲43档。所以讲，去年泰国国会大选的时阵，前进党就提出要修无犯君主法，这就成真侪少年人甲支持，互因争做国会上大党。
不过，前进党这项提议是去讽刺伊讲，少想要推翻君主立宪制度。所以讲，今日泰国宪法法庭就裁定，前进党违反宪法，就要取消修法。不过暂时是无判上当迄条，无要求前进党解散。泰国前进党主张修改宪法112条，吸到敏感的王室议题。律师帕拉玉2023年向宪法法庭检举，前进党甲前党魁皮塔违反宪法49条，无人会使行使权利，也是自由推翻君主立宪制规定。宪法法庭伫2023年7月受理这个案件，并且伫12月25传皮塔甲现任党魁蔡塔瓦到案说明。皮塔接受访问时讲，前进党无意推翻君主立宪制，修改宪法112条合乎宪法，目的是要平息政治纷争。泰国宪法法庭9月大法官第31裁定，前进党的主张违宪，必须要撤回修法的主张，也毋过无做出上介严厉解散前进党的判决。皮塔3日入去国会进行讲，一切等待法院的裁定。ตอนนี้คงให้สัมภาษณ์ไ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ก็ยังมั่นใจในความบริสุทธิ์แล้วก็ยังไงเดี๋ยวฟังคำวินิจฉัยด้วยกันแล้วเดี๋ยวจะแถลงข่าวอีก泰国严厉冒犯君主罪，任何人毁损、侮辱也是威胁国王、王后、王族，也是摄政王，上悬会判处15年有期徒刑。伫这个几十年来，一直甲尊重君主看作是国家认同的泰国，这样法律伫过去几年内底，至少有260人被起诉。2020年的学生运动了后，政府也引用这条法律，抓真侪政治的异己分子。前进党2023年伫竞选时，因此提出修改宪法112条的主张，受到少年选民的支持。泰国宪法法庭3日伫裁决中命令前进党党员停止经由言论、文字、出版物品也是文宣，继续宣传冒犯君主罪理念。同时也指出，真侪前进党党员使用手法已经触犯冒犯君主罪。分析认为，泰国宪法法庭3日的判决，敢若亲像阻止几百万泰国少年世代要求改革的希望。尽管宪法法庭无下令解散前进党，不过泰国保守派人士可能继续采取法律的行动压迫前进党，最后达到予前进党解散的目的。公视新闻深度配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总务省发布2023年人口清算报告，这搬入东京都的人口是比搬出去的更加低，68000多人。日本人口集中伫咧东京状况是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8成。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电动队伍去年12月来台湾参加活动，伫咧面册讲咱台湾是一个国家，这就引起中国不满。中国就全面停止转播南韩的英雄联名的电动比赛。英国《Times》报道，英国官方表示，为着防止网络性暴力，若是散布无经过授权的 AI 假色情相片，就等于是犯罪，会去互起诉。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德国警方抓到一个网站，是甲非法的收益换做比特币，警方扣押5万粒比特币，价值差不多是20亿美金，花记录。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全球货运的龙头 UPS 公司宣布，今年要裁员12000人，计划是要用 AI 技术，一年就当省10亿美金的人事成本。来看意外消息，墨西哥北部的高速公路遭受巴士甲卡车头拄头相撞，至少是有19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另外，同款是墨西哥，因的旅游景点坎昆是有一只19个人的船冰船，4个人死亡。乡镇巴士小可敢若春天鸡啊！3早墨西哥北部一条高速公路发生重大车祸，一台巴士甲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9人死亡，22人受伤。当时巴士顶面载有将近50人，卡车甲巴士正面相撞了后导火，急救人员到现场了后，车也阁一直伫咧修。这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局正伫调查。Dicen que la mayoría a lo mejor son niños, entonces es más un desagradable todavía esa respuesta que nosotros recibimos.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重大的交通事故伫墨西哥定来看到，一般是由速度真紧、车辆状况无好，也是开车的人疲劳造成的。2023年7月发生一个巴士冲出山路，落入去峡谷，造成至少29人死亡，是近年来上较严重的事故之一。救护人员赶紧将伤者送往病院救治。
相反，伫墨西哥旅游胜地坎昆团式沉船以外，只载有16名墨西哥游客加3名船员的船只，对穆赫雷斯岛开往坎昆中途冰船造成4人死亡，10几人受伤。穆赫雷斯岛佫叫做女人岛，离坎昆只要15分钟。迄边真侪游客去佚佗，事故发生了后，一个船员甲船长互掠起来，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大火烧到暗时看起来真光，昆阿首都奈洛比的商场3早发生大火，火势对下晡3点炭烧，烧到暗时9点半，火势才被控制。加在无炭烧到边仔的主题区。当地警方讲，这个火灾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不过财务的损失也等待估计。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商场专门制造甲卖违禁的燃料，加上单位空气管啊，才造成火一直炭烧。公视新闻江文编译。日本首相菅田文雄昨伫咧国会发表施政演讲，针对这自民党内政治现金的摆台，又搁回失咧。伊嘛强调讲会拍拼改革。日本自民党内标出政治资金回扣见效代已经将近2个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0日国会发表2024年的施政方针演讲，针对党内最近一直标出的政治资金甲回扣见效代，搁一摆当场回失咧，嘛表达要彻底摆脱金钱政治的决心。政治資金の問題で国民から疑念の目が注がれる事態を招いたことは自民党総裁として極めて遺憾であり、心から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ます。暂时自民党内有3名议员、秘书甲议员的会计负责人拢总在人，因为涉嫌伫过去5冬以来收受回扣政治资金达到6億7500萬的支票，却无登记申报纳税，所以互检察官起诉。虽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伫去年12月，甲相关的人事免职，严格在见效代嘛，互岸田政府的支持率一度落到23%，创下历史新低。岸田伫国会反省自民党内派系是为着金钱甲私温保温。毋是为着政策，嘛承诺会做改革。暂时自民党内6个派系，包括过去岸田文雄捌领导的红池会，有4个拢决定要解散。严国立民管大学政治学教授上周报承认，说真怀疑是毋是会当改变日本政坛的风气。派閥解散って今動いてますけれども、このお金ね、結局どう使われた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が全く解明されてないんですよね。ここがやっぱり一番の問題であり、日本政治の問題だと思ってます。上周报告书认为，政治人物有关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选举甲办地方活动，就算派系解散，议员有缘会找无共的办法来募集资金。另外，因为在野的国民党立场拢无共款，和学者认为，除非在野联盟合作组成，这个当影响执政党的反对党，那无就算自民党的支持率搁较低，嘛无其他在野党会当取代，自民党有缘会当继续执政。公视新闻台是唐平益。美国加州可欢，这河川大库库三文鱼的产量自然的大减。去年是已经下令禁止商业掠鱼，为着抢救这三文鱼的生态，加州州长已经答应把水坝拆掉，维持河川的水量，或者三文鱼有法度洄游放卵。渔民伫旧金山海峡钓到真大尾的三文鱼，这款的场景恐惊会愈来愈少。加州最近这几年可欢，地处井水的三文鱼数量是大大减少。为着保护三文鱼的生态，互因重新返去山区的溪流生卵。加州毋但伫去年取消掠海洋三文鱼的活动，州长纽森伫拜二嘛挂保证，会伫入内完成几啊项铁路或者是涉过水坝的计划，希望互三文鱼有好的生态环境。And it's all around making sure that we bring back that original habitat, we bring back sort of the natural ecosystems, and again, we partner with the tribes that understand this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纽森顶一日去红堡郡的草原溪视察，在地原住民嘛对恢复当地生态有真大愿望。The Prairie Creek Salmon Restoration Project is an amazing project here in the town of Orick, in what was formerly known as the old Orick mill site. And the idea and the vision was to restore this once beautiful habitat back to being salmon producing again. 加州伫瓦奥勒冈州的边界，上届受到关注的，就是克拉马斯河四座水坝拆除的工程，目前已经把第一座拆掉。不过，除了拆水坝以外，还阁需要充足的水源才会使。安怎说服农民减少灌溉的用水，是纽森另外一个抢救三文鱼生态都要解决的难题。有环保组织批评讲，就算加州已经展开大量彻底恢复的计划，不过就目前的观察，三文鱼的产量并无明显增加。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
因为气候变迁，野蚬愈来愈歹找食，当兵的时间嘛会缩短。所以讲，日本就愈来愈接发生蚬走去山顶甲人类起冲突的事件。除了有人受伤，平均一年嘛有5000只蚬去互杀死。时阵日本就有一个专家提出3项法宝：狗仔、米甲、电子颔菌壳啊，尽量要用较无伤害的方式甲蚬赶走。You got it? You got the best end? Okay, let's go. 田中顺平甲伊狗仔瑞拉咧赶走清清泽树林附近的蚬，气候变迁影响蚬的渐密成长，甲当兵的时间，加上日本农村人口外移，为咗找渐密，真侪蚬被迫向人口搁较别的城镇挖近。蚬的身躯正大，有半栋遐尼重，走起来比人较紧。真侪人因为惊，就凊彩将因射杀。田中顺平甲伊的团隊，就用3项法宝来帮助野生的蚬甲人類和平共存。クマは非常に個性が強い動物なので、その一頭一頭の動きを見極めながら対応していかないと、全く問題ないクマまでイメージだけで駆除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ですので、一頭一頭できる限りですけど捕獲をして、その後に発信機を取り付けてクマの行動を監視できるようにします。その上で一頭一頭の動きが見えてきますので、少し住み分けのために問題があるような行動をとっているクマは、また接近していって、ベアドッグとともに追い払う。田中顺平甲瑞拉常常是暗时来行动，因为半夜才是蚬出来活动时阵，伊团队设陷阱，内底有蜂蜜，蚬被掠将蚬麻醉了后，佮挂无线电的颔菌壳啊，佮放dans森林内底来掌握因的行踪。特にこの仕事は夜の仕事が多いです。で、クマはだいたい人に警戒しながら夜に人間活動域に入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を見つけ出して追い払いをするときに私たち全く周りが見えませんので、その時にベアドッグが、鼻で見つけ出して、そして吠えて追い払ってく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とっても心強い私たちのスタッフといいますかね、同僚になりますね。用果来偵測蚬的荒廢，在日本是獨一無二的方法。為2006年以來，日本至少212人互蚬攻擊，也有人死亡。不過蚬被射殺佫較濟，過去5年平均每一年都4895隻蚬互人類殺死。清清澤的官員講，真濟居民認為蚬是危險的動物，看到就應該將因殺死。好佳在有田中順平甲伊的團隊協助，啊若無有佫較濟蚬枉死。公視新聞新竹報平報。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